汉布拉扎西德勒，我是昆虫，想问一个关于金刚四兄弟之间的问题。就以前看很多祖师传的时候，也一直说那个上师跟弟子之间的关系嘛，但是很少看到是说，这我自己比较少看到说跟同门师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名字加上去是弟子对上师的家人跟眷属之间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想问，如果我们对金刚师兄弟或者是对上师的眷属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是比如说一个道场里面会有办活动，会有意见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有违犯、有嗔恨心，或者是有矛盾的时候，有什么处理？如果有违犯，怎么去忏悔？这样子，好，谢谢干部。哦，好的，扎西德雷啊，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学习金刚禅、学习密法的人来讲的话，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但是啊，我觉得金刚禅本来比较兴盛的地方就是在藏地、喜马拉雅地区，还有蒙古啊，有些地方吧。但是到了20世纪，现在21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西方人、其他的所有东南亚等等的这些华人的这个社会，也更多人就接触了这个密法。有些对密法有很大的信心，有些比较好奇，有些比较排斥。其实这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复杂。而且密法的有些方法，如果不小心落到坏人的手上的时候，他有这种做坏事的一个价值，成为他们的工具呀。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他用上师密，你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上师，我是你的金刚上师，你会下地狱，这样来恐吓、威胁。有些就是这个金刚乘里面的上师的和弟子的关系，当成就是这个控制弟子，或者这个做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工具啊，说难听。但是这个当然是很个别的一些少数的情况。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说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有些上司呢很担心他不成熟的这个环境里面，相对是不成熟的，因为呢可能会想到了，就是有些人用这种现代的男女平等、人人平等、老师学生平等，什么都用平等和民主的那种框架里面，然后就是看这个金刚乘的这个师徒关系。有些可能用儒家什么，这是一些道德的严格的标准来又看待这个上师弟子的关系。金刚乘有可能是超出了某一个文化和观念和习俗的范围的。但是如果你直接这样讲的话呢，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个反弹，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这种在这个，我觉得华人也好，西方的地方也好，要讲的话呢，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比较成功的一个，又有勇气又有智慧的，就是像宗喀仁波切的一些开始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啊，为什么现在比较少人提到金刚师兄的关系，甚至这个上师的眷属和家人，然后弟子对待这些的这个关系呢？因为先要搞定师徒关系啊，你第一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还没有完全让他接受，对他这个看法还没有成熟了，然后就是要讲更多的时候呢，反而就可能会有这个不好的效果。这个呢，其实大乘里面也特别清楚说，就是大乘的这个菩萨戒里面有18个根本戒啊，18个。这个18个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心相学还没有成熟的对
没有成熟的弟子讲空性法，是根本的一个达成的这个菩萨界的一个破戒的一个，甚至就是有一个严重的犯戒。所以呢，密法的师徒关系强调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啊。这个我个人也有一些略有经验，知道吗？所以，但是呢，我现在要直接跟你说，重不重要？确实是非常重要。密法里面有一个叫做拉米杜巴啊，拉麦心是什么意思呢？上师的这个免费也要如上师一样的看待他。类似这样，他的家属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要清净观。我记得这个第30多智ရှင်法王写给他自己的上师江钦德王部的一个礼赞里面，他说他登礼定国的山水还有一老狗都要这个典礼。他这个写的这个赞颂的这个颂词里面，就是有包含了这个江钦德王国的所有的眷属，甚至他们的宠物。这就是一种金刚乘弟子对待自己上师和上师的这个眷属圆满和这个五大圆满的一种方式，明白吗？但是这个要一步一步来学。先就是我们就是讲3种信心，然后对上师有了信心，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扩大你能不能这个除了上师还有上师的这个身边的所有对他们有着那种一个清净观。再加上呢，你的金刚师兄确实要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金刚师兄的关系呢，无上密续有14个根本堕罪，14个根本堕罪里面的第一是上师。如果你对上师做出任何这个破除三昧业的一种违反了这个上师的意愿的那种严重邪见啊、诽谤啊这些，第2就是金刚师兄，金刚师兄弟。所以金刚师兄弟呢，如果因为金刚师兄当中也有很多的菩萨和持民啊，而且一起这个受观点啊，一起受这个上师的敲诀啊，那这样的时候本身他就是你的一个最根本的这种金刚兄弟。所以呢，你对他们呢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就是严格的看待这个关系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就是也至少我们现在一些佛堂上的师兄完全不在乎，要讲别的坏话啊，他这个样背后讲很多很多的这种，而且就是听到什么一些他的坏消息或者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点幸灾乐祸的讲。那个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从金刚师兄的这个三昧业，或者本身就是我们十不善业的这个4种这个欲业来讲，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啊。所以就这些方面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对吧？那我刚还有问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有违犯的话，怎么去忏悔？比如说有说法是说，隔1天以后，那个罪业会越来越重，过3年以后就没办法忏悔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是怎么去处理这样子？因为道场之间在同一个坛城里面，可能城市上市时候，金刚师兄弟之间可能会互相有意见。比如说在堪布的道场里面的师兄弟之间可能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做法，但是之间会有冲突，是怎么去处理的，或者是有违犯怎么去解决这样子？我觉得刚刚学佛的一个人，他只是单纯的到这个一些佛堂，然后参加过几次的法会，有可能是一些财神法会啊等等的有一些法会，做了一些职工，然后呢，他就可能会对这个众生产生一些不同看法，然后呢，这些长辈或上师说，你是这个众生的人啊，你皈依了，然后就是你如果再离开的话呢，会违反了三昧业戒。其实我是不认为这是有真正的违背了三昧业戒。
无论在不在这个中心，有没有职工，有没有参加发挥，不是最重点，重点是真正有没有一起同一个上师依着他来，然后有没有受金刚乘他自己的这个观点超绝的这种密法的殊胜的这个教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也遇过很多人也问我说，比如说有一些觉得啊，这个道上有问题啊，上师好像看起来就是有些不如法，或者他就是有一些产生矛盾嘛，说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也说，就是最好呢，你就是能不能继续，就是要一直上师，然后就对他就是有信心。如果真的是做不到的话呢，那就是你稍微的可以离开这个环境。可以自己修行，我说的自己修行是可以招来的一个别的选择。不过呢，至少你不要诽谤过去的一些因缘和接触的，你要持有一个感恩，因为这是你佛法修行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出现的一个善知识嘛。还有金刚师兄弟也是一样，金刚兄弟这些可能会就合不来啊，这个环境不适合你，你可以稍微远一点，但是内心当中尽量持有一种感恩和一种亲近观，只是我觉得无论是他的问题和我的问题，这个我不管，这个各说各嘛。但是就每个都有自己的道理嘛，自己的角度嘛，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从客观来讲的话，很难说是谁对谁错的，大部分用主观来判断。所以呢，你就是可以稍微远一点，但是从远的地方呢，还是也对他们有一种内心不是持有邪见和嗔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金刚乘里面确实有说啊，如果违反了什么一些产生邪见啊等等，忏悔是可以有很多殊胜的忏悔方式，但是越快越好。所以三年过后比较难忏悔啊，这个可以忏悔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今生本来是你是有机会或者殊胜成就，但是违反了这种戒呢，你很难恢复到完全是可以获得这个殊胜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并不是说是这种罪也不能忏悔，不是这个意思。绝对可以忏悔，可以减轻他的这个罪业，但是呢，就是忏悔到这个绝对这个即生成佛，那有点难。好，谢谢干部。不用谢。